乡亲啊，为后礼拜一开始，咱若家己出去佚佗，只要去带迄个有参加观光局补助的饭店甲民宿，除了带暝会当拄1000块之外，每一间房间阁会当摕到200块的夜市仔的抵用券，讲会一直补助到年底为止。本地无来加入的树林夜市甲罗东夜市，即摆嘛拢伫咧适用的名单内底。全台湾总共有79场的夜市仔来参加。 一喙咬落去，这车厘仔饼真好食，有各种创意的口味。另外，这地下美食街有臭豆腐、蚵仔煎，啥物拢有。台北树林夜市啊，有通食，阁有通踅街。原本无加入观光局推出的夜市抵用券的名单内面，经过沟通，树林夜市啊嘛决定要加入。另外，新增加夜市啊，包括着台北市的景美，还阁有大龙帮、宜兰罗东夜市、东山夜市等等，全台总共79处。对后礼拜9月16开始，只要游客一摆带有配合秋冬旅游补助方案的旅馆、饭店，每一间减免带暝1000块以外，每间房也阁会当摕到像安尼4张50块，总共200夜市抵用券。 但是每一张收银证只会当申请一届，目前也咧鼓励离岛，包括红头树、绿岛、马祖、平湖等等，嘛会当加入增加观光效益。若是刷来有要使用秋冬旅游补助方案，会记得向带暝单位领夜市抵用券，唔通失去家己的权益。